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嘅日頭下熱講講。前一部呀，我哋東好嘅姊妹盤另外一個進來哦。做嘅姊妹盤啊，當然要好好來招待佢呀。佢講啊，佢親煩人嘅就係台灣嘅師傅咧。佢講呢，我哋早晨啊，就啲新竹市嘅起表，東主嘅時間呢，到台中市嘅拉卡班。下晝嘅時間，啲嘅美濃市嘅面拍板；嘅暗部頭嘅時間，係啲花蓮市嘅糍粑呢。安尼觀一下來，台灣都走一圈呢，實在很開呐。最近係獨到一陣物字無奈何。又到老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見面咧。唔可以查，按多年來，逐禮拜至少我落觀眾朋友見一面。我身邊一位啊，係我嘅老豆搭嘅，接老唔向我演出咯，我輸高當多呢。唔該，其實咯，我老向我讀衰句哦，我接輸到你照顧當初。冇，你老前比嘅，我冇法度老你頭嗰比。明做乜樣講啦？我老你頭嗰比啊，佢就好比係王先生讀到玉先生。乜個意思？差一點。咩，你冇人講啦！你聽咗咁樣講哦，我老我咩有好比？有好一比啊！我好比係馬先生，讀到你彭先生，我老差2點。我老唔比啊，我就像係王先生讀到王先生差3點。我老唔比哦，就像係寧先生讀到容先生，我老差4點。我老唔比啊，就像係王先生讀到王太太，等下係盲講嘅。王先生讀到王太太，還帶定容太太，沙定有2位太太，還帶定2條太麥等狗，向下苦到滷筍，賣牛面嚟賣嘅手錶。我差幾多點，我是家就算唔清楚了。咩，你做乜樣說我啦？你有啥好朋友啊？又係事業行嘅老豆搭，我當然要學侬啦。哎呦，唔好說嘅，我冇講得好啦。哎呦，唔對哦，喺講老日頭個交朋友，佢做得講係有揚州嘅風範。乜個意思？也係列國地位2位人物，一位按到楊國愛，另外一位按到周白濤。佢兩個係好朋友。講有一日，佢兩個都出國去求官，行到路上天落大雪，看到佢倆都帶嘅衫褲，還有食嘅東西就唔拉。哎呦！看到有兩啥唔係寒死，就強會咬死嘅。佢樣啥？也個時節，周白濤就攞所有嘅衫褲，還有食嘅東西，全部交本楊國愛。哎呀，聽阿陽講哦，實在很甘心啦。你看，佢為他嘅友情，為到朋友甘願來死。比方講嗬，喺兩啥也讀到一種情形，唔會學嘅周白濤咁樣，攞所有嘅衫褲，還有食嘅東西，全部幫挨忙。做得啦。唔好猶豫就唔係太倉庫嘅啊！我冇猶豫。看到冇？要看到冇？交朋友就要交亞種嘅。唔過話講轉來，人家楊國愛咩有情有義啊，都會出國做太官，咩風光來裝入做白駝。唔啱啊，看啊！兩農人情太過甜。有一日一做白駝，屯門本楊國愛講嘅木留健康連強下。健康？23年啊，藝術師。我認識，因為佢係暗殺秦始皇嘅英雄。講健康，一日到晚帶定一群孤魂野鬼嚟欺負佢。咪等下，個陰曹地府也有霸凌事件咯。陽間做唔得有，陰間咩做唔得有啊？也係楊國愛，聽到講嘅上天嘅本人霸凌，唔談見樣嘅。點樣說？冇聽呢句話，綁劍吃吻，下到陰曹地府。留嘅上天嘅兩啥連數，揾佢到來霸凌荊軻，也就係歷史上有名嘅兩鬼戰荊軻。哇！我根本呀，做你總見識咧。比方講嗬，迄講兩啥又讀到一種情形嗬，唔會綁劍吃吻喎嚇。應該會啦。乜個人都應該會啊嚇。會嚇，唔知你係邊個意思？
很。哦，跟人家去死，还咪你冇爱杀掉耶？签订下没啦啦，，唔做安心去死，我保证我一天当年要老红瓜子。唔是，我去唔自家去，哎，你要啥？你要我按样哈？讲好去死又唔去死。你爱样去啦。跟俺问题都冇问清楚啊！我意思讲，迄个爱你读到穷样嘅事情，唔係老sản婦托好嚟幫佢做嘛？我驚寒。唔肯，咩啊？我做迄五種呢？你咧洗太貴，做定洗乜衫？佢健康唔80萬人啊哈！唔是你講嘅以為冇誒，一兩三都唔判的，我講係一條命。誒，我唔是迄啷個有任務呢？有乜個任務？我係死體咧，萬人老人曬中鋪啊！曬中鋪咗嘛？唔想啊！人家就因為按死腦筋哈，嗯佢健康都佢定來80，你唔敢贏佢，仲做得3期啊！咩問題係曬到嚟去啊？呀有樣吼，嗯也全部改服裝誒，乃位去穿中鋪啊！迄無上手，我老人夜出來，병火燒體去按樣下清灘。哦，唔是啥我講咧，我限起計計法啊，為到我命都做得無愛，唔做乜就做唔得死。我按樣喺邊度提高人嘅 TV 啊？點啊？我完全看唔出來。咩，兩三年窮下哦，總係要有一三年吼，下此時下少年咧啊，按樣當做得表現出人嘅有情有義啊！係啊，等陣啊，像兩三啊，逐擺哦就挑事做個當此時當少年咧，當吹歌唔掂唔掂。好咧，咪再問最強啦。古所講，家下你講嘅係用作自教嘅故事哦。係啊，其實唔單止係用作自教，老古年有一句老話啊，講正經交朋友啊，一歸一千交情乃見，一死一生乃見交情。老你啊講得較詳細啲好冇？呀，一歸一千交情乃見，因為拿你用啥嚟做比方哦？喊你你有啥嚟比？嘿，比方講你用啥呢？我呢非常嘅高貴，你呢非常嘅下賤。等下，唔，你阿伯係交錢咧。因為我高貴唔下賤啊。唔，哎你哦，嚟翻過嚟啦。哦，你想要做個搭高貴嘅哦？錯，我愛過貴。冇問題啊。嘅我就講有幾貴啊？哈，唔知講。你就唱到33贊田嘅當輩，負擔靈手保天福當嘅幾支撇雷針。嚇？我負責個撇雷針，我真係雷公撇喎。做唔得再高咧。哦，我意思形容我做唔得啥高咧，我要最高貴咧。嘿，反過來，我老人就無法度比了。啊，做乜冇法度比？唔係講啊，係唔當高貴啊，我就非常嘅比謙。等下，做乜個道理啊？本來係下籤咧，你下又變到比籤咯。咩啊？唔當高貴，我就當白講，苦到位無飯好事嚟啊！哦，跟我嚟。嚇，老係無窮樣，不是咧。嚇，人要吧？貴在嘅金牙齒，係一日到晚都手講千按都死唔睇一樣嘅山哦。上手我一隻鑽石嘅木珠。哎呦，那好馬辛苦。有一日，兩手都路向堵到咧，哎呦！人哋一講字係，唔知道啊，個都唔係當好，啱時可以一張100萬嘅支票本啊！唔該，你下次會嗌講義氣。我拿到支票，木質欄杆，一條歌，唔該，好感情都話都講唔出來。唔看我冇講話，話到我嫌搶手，夾老木主呀，本來嚇？我是我聽死。一隻手拿支票，一隻手拿鑽石，咁車就來唔出講，轉身就走。等下，木主話嘅，我木主係啲嘢數條好。你看呀，就係一歸一千交情乃見。哦，該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是嚟。講到呀吼，咩拿兩啥嚟做比方哦？哦，係拿你我做比方。一擺冇講係欺負，一生一死吼，我本質個托。唔是，哎呦，唔是啊，這個頭，逐擺咱唔讀衰句哦，愛摸一擺哦，係爽快哦，歡喜嘅啦，唔是，真件冇托。冇，他唔知佢講。大拍講，我就隔音一種老生人。好啦，我死以前吼，本爽快哈，本做咧風流鬼。
风流鬼。就上礼拜啊，你去领朋友的屋卡，嘿啊，在行业门新年的当有礼貌，安尼你就带阿叔来屋卡了的哦。啊，我朋友唔但只结果婚，还有生意呢。唔但唱有新年呢，新年嘅把妹一好哦，上班冇到屋卡你就来咧。我咁起樣樣嘢。你用啥嗬當唔係見笑呢？一來就上樓當嘅見房。莫搞翻嘢太細啊！有個時節天花響咧，新年接去。阿爸，你有冇打電話轉來呢？哦，也沒呢。啊，佢老阿叔到樓當嘅見房。佢唔急急去樓台上講，阿爸轉來咧。佢新年當糖花哦，天花掛鐵，急急走到樓台上。阿爸轉來咧，當場嚇到是差死嚟必死。佢有個啥？冇相干，人五朋友屋卡唔當叔，雖然三針流過，唔過發言要你遙遠詞，你想都冇想，直接跳下去。逃命較要緊。人五朋友講啊，唔好跳啊，唔記得老公講寒天遙遠詞地方冇水。好，你做乜唔做就去講啦？不知上誒，你當場就我要再去咧。有個時節，新年誒，再去接天花。阿爸，我喊踢咧。哦，佢阿送咯，佢得到游泳池，小踢咧。啊，游泳池？em福卡冇游泳池啊？啊，新年誒，排泄，我打唔出天花咧。嚇，佢我要眼望死了。今日個屁都搞錢。公公，幾香啊！幾唔香啊！耶，幾香啊！我幾唔香啊！啊，家人啊，你係娘嘅哈，做手嘅係冇喏。哎呦，唔對啦，我唔對，唔係啊，咁你就講下咩？有乜喏？就幾集咩？解解，哦，我對嘅，就係解解，唔對係哪集？哪集啊？就係解解啊，容易聽起係解解嘛，嚇？哦，你係老機講正經嘅哦。哦，佢懂得唔像嘅，上頭安尼斯斯文文，還夠係愛中意嘅 baby face 哦。中意 baby face， 中意 baby face。哎呦，唔到你種年紀嘅細妹嗬，哼，樣板些哈，啊個偶像劇看太多嘅係冇，可以殺人咯，要搶看嘅外表啦，其他全部都看唔到咧。我呢條歌有句老古人講，相由心生。迄個外表 OK 嗬，應該唔會受傷太多啦。嘿，該是冇聽錯啊！你老祖先啊，個神法智慧地位度啊，就有一句話講到當好，佢講啊，無心老撇啦，厚面皮有聽過冇？哦，有，我阿婆講講過，無心才偷厚面皮。啊？啲老皮係要快閃了，我笑死人咧！哎喲，唔係啦，已經講緊嘅快閃嗬，唔係講緊當快閃嗰種快閃啊，係講才偷當安嘅閃。意思係講嘅老皮外表係好嘅，地度使快啊！因為按你喏。個小兒啊講係唔愛查，嗰條老皮咧係好係快嗬，外表看唔出來呢。唉，我記得啦，前幾日咧啊，我去市場，我買個老皮咧啊，我煲緊嘅排骨湯，我順咧嗬，當好出嚟嘅排骨湯啦。古時候我就想講哦，我要拖一條哦當正嘅老皮咧，來煲湯哦，煲下水嚟食。誒，佢當真嘅老皮嚟煲湯哦，佢意思又真革命呢？古時候啊，我就啲計啊，個菜壇嚟計啊，三托四托，三托四托，湯得一早晨。啊，你睇吧，單搶菜廳就托貴造先哦。
你用按喊咯哈？哦，发个按到时间，按用心读。哦，个老配听说懂好事哦。我咩爱用想啊，我真无简单哦，将拖到一条又拍又长又大条嘅路皮咧。我想哦，两摆迄个煲排骨汤哦，绝对哦美食动赞。我就翕嗲嗲吼，夹夹转都冇看，拿一支菜刀哦，就对到我那个扑落去，按切。个路皮咧动牛哦，迄无事咧，可以合天时。哦，要真经系无心落皮好面皮，要脱落皮哦，真经要动态嘅好门啊！哦，实在很难啊。系啊，单枪脱菜挑子安难嘞，汉那唔是讲系硬哦，无心菜挑好面皮，地硬地面唔地心。错。你面对事情啊，面对人啊，绝对做唔得强看外表。你要注意啊，个这样的外表的背后，冇听错啊，就会声音落得开老哦。故说假人啊，讨男朋友的时间啊，做唔得强看外表，你要注意啊，夹心啊。迄咩当奖啊，还个当真爽啊！马街啊，我又冇中意嘅死奶诶。咁今日跳绳喊就解，哦，叫上爱，哦，叫冇上爱，哦，叫上爱，哦，你到底就该做乜解喏哈？哎呀，唔非啊，我唔係啲嘅上死奶啊，我啊，係上我卡嘅死叫诶。哦，佢一部當菜糕呢，薄平熱嘅。你叫啲嘅上愛嘛？哈，很笨啦呢！唐太叫一個老姑娘兒，無心落皮好面皮。叫一客家老姑娘兒食博士愛，咪要來表現一下。唐好來哦，無心歡迎動口談。無心馬卡龍食木漿，無心米粉煮唔來。有幾句話就會提醒人咯，看人請唔得看外表聽，內在咪係動重要嘅喲。用嘅呀，愛係咪動腔啊？沙下嘅節目啊，保證係外內都實實在在嘅存錢歌，帶來精彩嘅表演咯。頭擺預計人按到張太亮，該上到嚟南沙繞盤整都好是有圍苦，好是難做，我下清苦苦到連鬼都驚。有一日啦，佢山當劍橋半路啊，看到一枚蛇沙果，桌上唔會數，該隔係東下西頭啊，天氣晴朗，冷到必必插木濕濕。該張太亮看佢菜過啊，還是老佢啱轉冇下去。等到兩枚沙果桌上好咧，將老幾帶到山當防身，看到佢入頭行卡腰，張太亮防身5隻提示。個時間一年過，沙果一年大哦，未5啲個睇叫年咯，兩條沙果睇到人生有2尺冷，頭尾3長冷啊，唔啲要叫千斤哦，抗啲個半山石空肚咧。個水包梳啊出來啊，兩隻牙齒吼拍舌舌利深深，好似球數。乜個世界而是阿不是牛而是狗倆啲吼清晰得啦。相當個嗰個兩隻木柱吼金光閃閃啊，市場個美麗嚟太棒兩樣，冇人敢壓機，冇人敢捉機。兩條沙果帶個隻石孔，個石孔酸啊，上有一條鏈子，因為有兩條沙果都咁樣撞頂啊。所以冇人敢去揸啊！計到捉沙雞、賣沙雞、賣沙雞、黐沙雞，韓國執錯咗雞。看到兩條沙果撈鏈子啊，心肝都兩班上愛去捉沙摘鏈子呢。唔過有效有驚，佢因為兩條沙果入頭行下要裝大量防身5隻提示，所以裝到大家都係唔見按到大量白宮、天星劍鋒。服侍到啊，唔少嘅王家太歲公對佢相當有禮貌啊。有一日，
皇帝让本面法贵姓流弄，个医生就讲啊，哎呦，个出到了款风流的片，个冇肉个可以诶，强有一枚，就系扮山大量白宫介条链子，该将系救命药方。皇帝知道啊，一踏出房门，万一系砸得到大量白宫嘅链子，上至黄金万两。个张大量是想啊，哎呦，我贵姓人都冇钱咧，两摆机会来咧，我对个三个有恩情啊，还是就去请个三个参详，个两条三个攞嚟变精美同lin线啊，还是本张大量去砸个条链子，张大量砸到两只救命药方，实是做到方强大门后个嗰啲茶帮门，果不其然。如何皇帝让个平得到黄金万两？个张大量得到旺财，一夜之间就变到情不情有钱睇见。过冇几年啊，个皇帝让个木主本眼冇同到位时啊，个医生就讲啊，唉，呢两种病吼，假如有大量白宫嘅一类木主人啊，来夹肉啊，真是得到。个皇帝又一踏出房门，万一被得到大量白宫嘅一类木主人，是被做宰相。个张大量得到旺财咧，佢很想去做官啊，还有就是请大量白宫来参详。个三个是想啊，嘿，个爱两条命系几救到嘅啊，个无奈何啊，原等为一类木主人问佢。结果啊，如何皇帝让个平，个张大量当然是做到宰相，荣华富贵，享福不尽啊！有一日，张大量切家头脑笨眼，痛到被电梯去，拜托皇帝让个医生来医，个医生就讲啊，哎呦，呢种嘅病冇药个可以嘅，系讲上来长命富贵。该就系食日后大量白宫嘅胆，该天速做得，加添嘢养寿要30年，食到120岁多。张大量实实要就去请大量白宫参详，该三个就讲啊，系讲做得叫到宰相大恩人尊贵嘅命啊，个就算挨尸体挨未甘嘢，佢就讲，哎呀啦，家下好。我老我沙在白开来，你是对我后脸头该为人转落去，干我胆来说，我小弟冇相干，为保护你说到200岁，讲下踢，除了嘅沙在白到大马空，个张大量看下到心肝都是想啊，嘿，两摆妥当咧，还是对嘅在空该为人转落去，猛地，一三个在一合咪起来。个张大量嘅路上呀，其实茫茫渺渺，灵魂心天就是深夜罗网报道咧。呢出戏啊，人心不足，沙吞宰相。简单讲啊，就系人心不足，沙吞相。没有人讲人心不足，沙吞相。佢到底系宰相又系太相呢？嘿，差唔多咩？老古人讲啊，天高唔算高，人心节节高。今日呢故事里头嘅总大量就是太贪心咧，结果啊命都冇咧，还本三个输脱咧呢。观众朋友啊，千万要记得哦，人心不足沙吞相，太贪心哦是会冇命哦。下个礼拜同样嘅时间，记得哦，准时收看日头下日公公。